星期一嘅朝早，麥兜準時返到公司，打開電腦仲未熱機，老闆就已經掉咗一大堆文件過嚟。中午前要搞掂佢。麥兜一邊捽眼一邊開始埋頭苦幹，啲數字密密麻麻，啲 email 一個接一個，專心到連水都唔記得飲。做到差唔多10點幾，佢個肚開始嘰哩咕嚕。隔圍啲同事仲問：喂，你仲未食早餐啊？麥兜尷尬咁笑：有食啊，食咗個包，但係其實個包嚼咗2啖就吞咗落肚，早就冇咗影。去到11點幾，成個 office 都好似仲未肚餓咁，淨係麥兜一個人聽到自己個腸胃開緊 party，聲音大到好似電話震機咁。佢忍唔住開咗冰箱，想睇下有冇同事留低啲嘢食，結果剩返一支過期嘅乳酪。麥兜望咗一眼，決定算數，免得肚屙。呢一刻電話一震，原來 Facebook 提示麥麥出咗個 story， 相片入邊係一個熱辣辣嘅叉燒飯，配字：工作前先要食好。麥兜盯住咗畫面，心入邊酸酸地笑咗下。係呢，麥麥，你識得照顧自己，而我仲喺度餓到好似就嚟暈咁。佢望返張台上面文件，嘆咗口氣，安慰自己：頂住啦，快啲收工，等我自己一陣間可以食返好啲。